Hello，大家好，我係國龍證嘅林家亨。嗱，如果你一直有睇我嘅分析咧，或者喺我弟子會入邊咧，經常有溝通嘅朋友咧，最近咧就應該係幾開心嘅，因為較早前咧，即係7月尾嘅時間咧，喺當時個市最動盪嘅時間咧，我就大膽咧同大家講，美國、韓國嗰8隻嘅龍頭嘅記憶體股喺8月份應該咧係會嚟緊一個叫做反彈嘅啦。咁啊，除咗呢幾隻之外咧，香港嗰啲包括埋呢個建滔積層板1888啦、長飛光纖啦，甚至乎7709啦，都係應該會跟住美國8月份咧係有一個叫技術性嘅反彈嘅。咁結果嚟講，嗱，大家有目共睹啦。跟住我節奏嘅朋友咧，如果你喺7月尾嘅時間係買入呢一紮嘅股份咧，跟住嗰3個禮拜咧陸續反彈嘅時間咧，哇，舒舒服服咁樣咧就食咗一陣嘅反彈浪啦。嗱，再一次證明就係話，如果你識得睇呢個保力加通道，就算個市點樣風高浪急，我哋都一樣可以咧係穩中求勝嘅。不過今日拍呢條片咧，就要同大家發出一個非常重要嘅警告啦。好多散戶咧，呢3個禮拜見到呢幾隻嘅股份咧係咁反彈，哇，以為就係話 AI 狂潮又再翻嚟啦。咁但係我要話俾你聽，呢一陣嘅記憶體同埋 AI 硬件嘅反彈潮嚟講咧，其實我自己覺得去到9月份咧已經係接近尾聲㗎啦。嗱，點解咁講咧？嗱，第一樣嘢之前跌得好深嘅係叫做技術性反彈啊嘛，呢個唔係真正嘅新嘅升浪嘅開始啊嘛。咁第二啦，你要睇翻嗱，中上游各個股份嚟講咧，其實佢有不同嘅節奏嘅，求其買都會升。呢個蜜月期咧，其實一早已經過咗㗎啦。大戶喺低位買落嘅時間，依家正好咧就趁呢個反彈浪咧就會沽出。咁所以散戶嘅熱情高漲嘅時間咧，你就千祈唔好咧眯埋隻眼再衝入去啦。你而家衝入去咧，好大機會咧就係接得到大戶嘅火棒。咁啊，所以咧你一定係要問，喂，林 Sir AI 股要食糊走人啦。咁呢啲錢究竟換去邊度啊？嗱，記住一樣嘢，大戶嘅資金咧，從來係唔會停低嘅。佢哋喺 AI 股抽完身之後，其實已經靜雞部署緊咧金九銀十嘅汽車股板塊。最近國家都不斷係以舊換新呢個汽車嘅補貼嘅政策已經宣布咗出嚟㗎啦。咁所以各路嘅車企嚟講咧，其實未來喺9月、10月份嗰個交付量咧，都係會有一個增加嘅趨勢嘅。咁所以，如果而家你啲資金仲係停留喺 AI 股，你話風險大唔大啊？反而嚟講，雖然汽車股未來金九銀十升嘅幅度唔係太大，但係起碼有得升好過冇得升啊嘛。倒不如買一啲穩陣嘅汽車股嘅板塊，賺埋嗰10個、20%係會仲更加好嘅。我喺8月29日亦都會舉辦一場全新嘅線上嘅投資課程。咁喺呢個課程入邊咧，我會同大家要進行一個叫雙線嘅佈局。第一，我會教你點樣睇位，安全地將手上嘅 AI 股啊、記憶體股啊，例如1888啊、6869長飛光纖啊，甚至乎新上市1個月嘅8808咧，點樣去獲利離場，同埋要保住呢個逃生門。否則嘅説話嚟講，有錢唔賺，將來嚟講啦，下下都會問阿林 Sir咩價止蝕咧，咁樣你就麻煩啦。第二步，我會同你拆解就係金九銀十嘅汽車股份，邊一隻股份仍然係可以追落後，邊一隻股份暫時嚟講你要留意佢啦。一到高位真係要走貨啦嚇，因為汽車股之中有啲係仍然賺緊好多錢嘅，但係有好多都仍然係虧損㗎嘛。咁所以我哋寧願係追咧，都係追嗰啲有錢賺嘅強勢股，就唔好追嗰啲蝕緊錢嘅弱勢股嚇。記住，投資最忌咧就係咩啊？死板，識得轉身嘅咧，嗰啲先至係贏家。嗱，今次嘅課程咧，我哋安排咗喺唔同嘅階段係有唔同嘅優惠嘅。只要你搶先報名，越早報名，優惠就越多嘅。我仲會免費送你一個極度搶手限量版嘅弟子會會籍。入到嚟，我哋會每一日即市或者開市之前咧，就已經咧同你互動溝通，提你有啲咩貨可以買，有啲咩貨應該要沽㗎啦。咁所以咧，即刻點擊我哋下邊呢個連結，或者 WhatsApp 我哋嘅團隊霸位啦。希望今個禮拜六我哋網上見。